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，欢迎大家来到讲客安神奇嘅频道。今日呢，我来到大家介绍客家嘅小调歌曲，也个歌曲嘅名嘅呢，叫做《瓜子引》啊。这首小调歌曲的名称叫做《瓜子人》，瓜子人，呃，他的演唱者叫做李秋霞，李秋霞先生。亚述国外青岛人唱歌，很多人唱过，不过阿文哥当托呀李秋霞先生唱的呢，佢唱的咬死当标准，啊，音当正确，好来，弹一下哟。这个一开始哈，我有一套的呀前奏哦，前奏哈，我一条摆过安尼来啦哈。一盘瓜子，三四后来也其实也歌诶，七十四一句七十四一句哈，一盘瓜子30双，一盘瓜子有30双，那大概是60颗啦哈。一盘瓜子30双，不过唱的时间，我唱一盘瓜子30双，哎，要加一个 R 在中间哦，这样我后堂。不过基本嘅阿文哥唔咩教大家唱歌嘅来分析歌词点听哈，啊尽量莫唱哈，一片爱唱咩莫讲前后堂，来继续啊。来，数金包来数中藏，那个意思呢？他这盘瓜子啊，这个妹妹啊，这个阿妹哈，她把那用一条手巾，就是我们讲的手帕哈，把那瓜子倒进去包起来，藏在手心里面，数中藏啊。她干嘛要这样做？我们看下一句。哦，答案对啊！哦，原来其实迄只阿妹相爱留下瓜子包了偷偷的送一三年，相送怒情歌啊！就乜嘢呢？情歌就是情郎啦，哈，情歌。呀，奴係乜嘅意思呢？就是奴家就会爱啊，哦，爱假使爱迄只阿妹爱唱歌嘅人，所以相送啊嘅情歌，安尼意思哦。哦，一片哈，香酥浓情歌加唱一道，过来就十刀瓜子香到娘，係乜意思？因為十刀瓜子香到阿妹，一樣唔係廿娘嘅娘啊，一隻娘係姑娘，所以香到愛啦。那是啊，佢只細阿，佢只細阿妹。哎呦，我送瓜子不能十刀瓜子開瓜子嘅時間，唔做香到愛哦，香到愛一隻姑娘哦，姑娘啊。师兄妹呀，那个那相爱呀，师兄妹，师兄妹意思就是说你要想念我啊，想着我啊，师兄妹，相爱在老妹啊，要不是得枪啊，咿呀咿得哟，也是小调歌曲的唱法，得枪得哟，一个是你们什么会弹的人啊，唱起来就清后堂哦，啊。哎，是多瓜子上到娘啊！得哟嘛，其实唱得哟，没做得来歌回来哈。
吃到瓜子上重要，吃到了瓜子想到妹妹我啊。家庭一团了，哎。一条树径三尺山，七尺丝，叫那个窗边山啊三尺山啊，伊个改只压落去啦，一条山的窗诶，一条树径，一条手巾，就是刚刚他包瓜子那个手巾哈，三尺山，哦，这条手巾这么长啊，1尺30公分呢，三尺的90公分呢，三尺山拄好迄1公尺哦，来吃到迄安尼啦哈。暗藏的数据呢，哟，也有点夸饰吧，有点夸饰哈。一条数据呢，暗藏哈，东方嘅节上面那一节呢，双修，双修嘛该芙蓉哦，要特别压力身上创个同标准的发音，芙蓉，按到芙蓉，啊，以为古数错唔错，佢创到芙蓉，安尼就唔错嘅，大家咬识清楚，双修上面修芙蓉花啊，芙蓉花。哈修也两个四面动从也没有蛋发，mail mail 蛋，哈修没有蛋，上面个节修芙蓉，下不一节修 mail 蛋。哦呀，mail 蛋修得好，牡丹花修得很好，修得好。哎呀，芙蓉修的喵啊，也其实喵哈，其实很吸引讲喵啦。不过要唱一首跳歌曲时节，可一旦诗人就会唱喵啊，也可能怕文读啦，唔好话查词典记迄迄喵哈，唔好唱的时节就听佢安尼唱，冇关系啊。一心修来送情歌啊！一心秀来是要送情歌哦，送他的情郎的。这条这么长的手帕绣的这么漂亮，是要送给他的情郎的。亚马个意思呢？启蒙一条收到这条手巾的情郎呢，看到这条手帕的时候，就会想到爱哦，想到一只老妹，哎，想到这个老妹哈，看到手巾就想到妹妹啊，啊，继续。不是穷呀，你呀，一个哟。啊，一心修来送情歌啊，得了哟！一心修来送情歌。好了一篇，一枝绿竹节啊节节长，呀，本来就七十诗啊，一枝绿竹节节长七十诗，长的时间呢，节然后节地动了，改在啊，节啊节节长，也睇下那个数据嘛，一盘瓜子，一条树茎，同样，还不会做三尺山多方便，山啊三尺山。山啊山是松，有嘛？也节啦节节冲，也个冲法最安尼冲哈。
在这有一根绿竹，一支绿竹，节节长，就是一节比一节长哈、来，哎呦，这根绿竹干嘛了？他把它做成洞箫。这根绿竹送给情郎做洞箫。这个洞箫，这个洞箫两个字发音的，讲清楚哦。通通箫，通箫哈。通箫口中吹，口中吹啊。洞箫当然是用嘴巴吹啦，用口吹哈，不是用鼻子吹哈。哎呦，情歌他吹箫，妹妹就来弹琵琶啊，琵琶树中弹。慢慢吹来，慢慢弹，慢慢吹，慢慢弹，又来了。师兄妹呀的哟，要想起妹妹我哟，哎呢。慢慢吹来，慢慢弹，慢慢吹来，慢慢弹。下面一段，最后一段喽。哦，老妹带菜太路边，同样可以调做下嚟抄。改只啊，太呀太路边，意思就会讲妹妹我老妹带的奶，带就是住在哪里。一片呢，荧幕当中嘅带吼，系条白勇士也系用带毛嘅带，条老妹带菜带住在哪里？住在太路边，大路边就是太路水啊。原来这个老妹啊，她这个女主角啊，她是开杂货店的啊，又卖烧酒，又卖盐。诶，董琼也系槟榔西施哦，又卖烧酒，又卖盐。啊，这个妹妹卖酒又卖烟哦。哦，升华咯。日本人迄情歌呢，也系讲相公来啉酒，其实对方想讲啊，做假老公好咧。相公来啉酒，啉酒是喝酒。相公，你来喝酒，来做什么？哎呦，这个情歌会爆烟呢，会抽烟呢。那妹妹来帮你点烟，你喝酒，我帮你点烟。服务色彩好哦，啊。小小生意忙赚钱，小小的生意都只是希望赚点小钱，忙赚钱的师兄嘛又来了，你要想着妹妹我哟，哎。的墙啊，咿呀咿的哟。哟，好，也係最後一句，小小生意忙賺錢啊，得有小小生意望賺錢。所以這個歌曲呢，瓜子演一條歌曲啊，有四段，第一段係一盤瓜子開頭，第二段係一條樹根開頭，第三段係乜嘅？一支
六组开头，第四段係呀阿妹帶啲奶大菜，睇路邊也開頭，安尼哈。也四段夾入來做一條瓜子音嘅小跳歌曲，也做係基本嘅阿文哥同大家分析，也瓜子音嘅歌詞啊，唔免搞錯，因為搞錯唔免嗌佢轉錯，但係嚟一同人哋分析啊，歌詞係乜嘅，你聽聽咯。希望大家會喜歡，也下一擺繼續來觀賞安尼講客安神奇嘅頻道，安子說，什麼？拜拜。